罗港的退休基金趁遮尔啊多，到底拢是买倒一支的股票呢？讲这个电子股是买台积电、中华电甲、鸿海等等；金融股是买国泰金、富邦金等等。分析师讲，这个公司真稳定，加上高配息，真适合中长期来投资。但是即摆股票伫历史的观点，上好是分批买进，才会当降低风险。想要甲劳退基金共款趁钱，来看这根据劳动部公布，前10大持股台积电、中华电视、鸿海精密、国泰金控、大绿光是前5大投资，再来是富邦金控、台达电、联发科、兆丰金控、甲台塑。都属于大型的绩优股啊。那么其中又是以台积电的这个比例最高，因为台积电的持股比例呢都在20%左右啊。台股顶半年起大约16%，劳退基金的绩效伫8%附近，水准虽然是属于中间值，但是比过去相对突出。尤其是台积电持续起伫300块关卡整理，是新济劳退基金上大的贡献。不过投资人若想要学劳退基金的脚步买进的，分析师冇提醒。所以我并不建议说大家把所有的资金都一次投入，而是应该做分批呢，这个承接可能会比较好一些。透明度比较高的股票，应该还是首推台积电跟鸿海这2档股票。台股伫相对观点，分析师建议，若是100万想要投资，上好是先30万就好，刷来再去看状况，陆续的买进。咱看到有赚啊，甲全部拢落入去，一旦有震动咧，恐惊无法度承担。